瞓唔安、食唔落、胡思亂想、情緒低落、唔想見人。都市人壓力大，屈埋好易病㗎。你有冇曾經被呢啲症狀困擾？唔知點算？等陳一華牧師喺聖經入面揾出10劑良方妙法過你，有病醫病，冇病強身。只要定時收睇、勤加操練，無論自用或者幫人都功效顯著㗎。雖然喺香港生活，我哋嘅物質係好富庶，但係好多人嘅內心嘅心靈咧都好痛苦。呢種痛苦嘅感覺咧，令到有啲時候我哋覺得生存好似冇乜嘅價值。不過大家唔使愁，因為咧我會開一個聖經嘅良方俾大家。喜樂的心乃是良藥，聖經教導咧係自有出路嘅。人生嘅裏邊咧，遇到好多不如意嘅事情，係常常都有啦。正所謂咧，人生不如意嘅事情咧係十有八九個噃。好多時候，當我哋遇到有痛苦嘅時候，我哋就會問一個好快嘅問題，就係咧點解有呢啲事情發生喺我哋身上邊咧？嗱，呢個反應咧係好直接嘅。我哋會覺得我哋係咪做錯咗事情咧？又或者我哋係咪咧係得罪咗上天咧？以致會招致到呢啲咁樣嘅痛苦嘅事情呢。嗱，所以當我哋遇到有痛苦嘅時候呢，我哋每一個人嘅內心都會好想將呢一種嘅痛苦嘅情緒咧係發泄出嚟，透過問一啲嘅問題，為什麼？點解呢？點解會係我呢？點解唔會係其他人呢？點解呢？上天會咁樣對待自己呢？嗱，呢啲種種嘅問題呢，都係讓我哋睇到呢，人生喺痛苦嘅當中呢，一個好自然嘅表現出嚟㗎。當我哋遇到有苦難或者痛苦嘅事情嘅時候，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好想呢追尋一個答案，希望能夠喺理性上面呢，俾我能夠一個嘅滿足嘅一個嘅答案喺當中㗎。咁喺傳道書嘅當中就話俾我哋聽咧，原來對苦難、對呢啲嘅痛苦嘅事情咧，的確幫助我哋人生咧有一個好好嘅啟迪喺當中。我哋如果睇傳道書嘅時候咧，大家好快脆喺第3章裏邊咧，就會睇到傳道書嘅作者咧就講出喺人生嘅歷程當中咧，有好多時候咧，每一樣事情嘅發生，其實咧都有上帝嘅時間，都有上帝嘅計劃。所以你見到《傳道書》第3章裏邊咧，係有14個對比譬如好似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呢個殺毒有時，醫治有時。咁你見到咧呢一段嘅經文當中咧，有成14個對比咧，都係講出無論係順境或者逆境嘅事情發生咧，其實都有上帝嘅時間，都有上帝嘅計劃喺當中。所以有陣時候，當我哋遇到有一啲嘅痛苦或者苦難嘅事情嘅時候咧，大家唔好當作一個好稀奇嘅事情，因為呢一樣咧係必然會產生嘅，必然會有出現嘅。因為喺人生嘅歷程當中，我哋冇可能咧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係一帆風順，我哋冇可能咧樣樣事情咧都係得心應手㗎。因為喺人生歷程當中，上帝容許順利嘅事情發生，同樣佢都容許咧唔順利嘅事情發生。好叫我哋每一個人咧喺呢啲嘅經驗當中，或順或逆咧，都可以去體會到人生一個嘅豐富嘅經歷喺當中。喺剛才所讀嘅經文當中咧，傳道書所講嘅14個對比咧，另一個意義咧，對我哋一個啟發嘅地方就係話咧，世上嘅事情咧，冇話係十全十美嘅。我哋人咧好多時候都好想追求完美好追求咧理想，追求咧十全十美嘅事情。但係事實上話俾我哋聽咧，理想還理想，但現實嘅當中咧，我哋好難咧係去追求到咧樣樣事情咧都係咁完美㗎。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我哋喺我哋嘅態度同埋心態裏邊咧，就要接受一啲不完美嘅事情啦。既然有一個不完美嘅事情出現嘅話咧，我哋就可以將痛苦或
或者將呢個嘅苦難咧，亦都睇為一個不完美嘅事情。但呢個不完美嘅事情咧，配合喺我哋其他嘅經歷嘅時候咧，可能喺我哋人生嘅歷程當中咧，就成為一個好好嘅點注。呢個點注咧，叫我哋嘅生命嘅歷程中係更加嘅豐富，更加嘅豐盛。除咗呢一個嘅對比之外咧，或者我都舉一個例子，就係一個嘅銀幣。大家都知道咧，一個銀幣咧，佢有兩邊㗎，係咪？一邊係字，一邊係一個嘅人像。嗱，呢一個嘅硬幣咧，雖然有兩邊，有唔同嘅圖形嘅出現，但係佢始終咧都係一個硬幣。所以喺我哋人生嘅歷程當中咧，我哋人生無論遇到順境逆境，但係始終咧對我哋人生嘅成長路咧都係有幫助嘅。因為咁嘅緣故咧，所以當我哋遇到有痛苦嘅事情嘅時候咧，我哋唔使咧以一個消極或者以一個嘅咧好低沉嘅一種嘅心去嚟到去面對，因為我哋可以咧更加積極啲嘅，將呢個逆境嘅事情咧當係我哋一個操練，當一個磨練咧，以致我哋人生咧係可以更加嘅激勵。嗱，當我哋遇到有痛苦嘅事情嘅咧，我哋嘅人嘅反應好多時都會埋怨啦，或者抱怨啦。點解自己咁不幸遇到啲咁嘅事情呢？嗱，如果我哋時時都抱咗個咁樣嘅態度去面對痛苦嘅時候呢，我哋嘅人呢就真係咧會長時間俾呢啲嘅痛苦咧嚟到去籠罩住、控制住自己。所以喺呢個時候呢，我會提出一個建議俾大家嚟到去思想嘅，就係當我哋遇到有痛苦嘅時候呢，要諗一諗啊，《傳道書》嘅第3章第12到14節咧話俾我哋聽，原來咧我哋人呢可以靠住呢個嘅喜樂行善，即係話咧我哋透過一個行善嘅一個嘅動作咧嚟到去化解我哋嘅痛苦。點解我哋咁講呢？嗱，好多時候呢，我哋自己遇到嘅痛苦或者遇到不如意嘅事情呢，我哋會覺得啊，呢個真係呢，好似一個好大件事呢發生喺自己嘅身上邊。其實當我哋再睇下我哋身邊周圍嘅事情或者身邊嘅人物嘅時候呢，你發覺可能喺我哋身邊呢，有人嘅處境、有人嘅經歷呢，比我哋呢係更加痛苦嘅。曾經有一位嘅姊妹呢，佢嚟到醫院做呢個嘅探訪工作，因為佢本身咧係一位嘅義工嚟㗎。當佢喺醫院裏邊探病嘅時候咧，佢心裏邊咧感覺到咧好暢快，因為點解呢？因為佢覺得自己仲可以有能力咧去到床邊咧安慰啦、關心啦、鼓勵呢啲嘅病人。咁當佢做咗呢一個嘅關懷行動之後咧，佢發覺得到咧，原來咧佢本身自己曾經遇到唔開心嘅事情。或者咧曾經遇到一啲嘅家庭裏邊嘅煩惱嘅事情咧，但因着佢對一啲嘅病人嘅關心關懷咧，佢就將注意力咧就轉移咗喺別人嘅需要上邊。當佢咁樣去關懷人嘅時候咧，佢呢種行善嘅呢個動作咧，就能夠令到佢自己不如意或者唔開心或者痛苦嘅事情咧，就可以淡化咗啦。因為佢發覺原來自己並唔係世界上最痛苦嘅人，原來喺呢個世界上仲有更多有需要嘅人係需要去關懷嘅。當我哋有咁嘅行動嘅時候咧，我就明白傳道師所講嘅終生喜樂行善呢個嘅意義啦。當我哋遇到有痛苦經歷嘅時候咧，除咗經文嘅提醒之外咧，有一首詩歌都對我哋有一個好大嘅啟發同埋幫助嘅。嗱，我相信呢首詩歌咧，好多人都熟悉啦，就係叫神未曾應許。呢首詩歌嘅歌詞就係話咧，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人生嘅路上邊咧係花香常漫，但係咧神卻係應許咧行走有力，作工咧特得幫助嘅。各位，當我哋遇到有痛苦嘅事情嘅時候，原來我哋知道我哋並唔孤單，因為咧上帝咧係幫助我哋噶。上帝曾經喺我哋嘅人生歷程上邊有佢好多嘅計劃，有好多嘅時間咧做佢不同嘅工作。所以聖經裏邊提及到咧，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有時。嗱，大家你有冇留意到咧？有時咧呢兩隻字咧，比起今日咧，我哋喺世界上邊咧，好多時聽人講話，呢啲事情都係整定㗎啦，都係冇得掹㗎啦，整定㗎。好多樣嘢都係整定。當我哋以為咧用一個整定呢兩個字做答案嘅時候咧，其實大家有冇覺得係好抽象㗎？
係咧好消極嘅，甚至咧係冇乜希望。因為點解？因為乜都整定晒啦嘛，完全咧都係咁樣定決啦。咁所以我哋咧就人生裏邊咧就覺得咧係好消極嚇，冇乜嘅盼望。但係當我哋睇到傳道書講有時呢兩隻字咧，嗱個味道咧就完全唔同咯喎。因為有時咧係一個有生機嘅，係有掌管嘅，有掌握嘅。原來咧上帝咧佢對任何嘅事情嘅發生咧都有佢嗰個最好嘅時間表，都有佢個計劃嘅喎。所以當我哋發覺咧有時呢一個有時咧係有啲人情味喺當中嘅，係有呢個嘅主宰咧係掌管一切嘅，俾我哋平常去諗呢個係整定嘅事情咧係嚟得更加積極㗎。如果我從呢個角度去思想嘅時候咧，大家就會明白得到呢嗰首詩歌話神未曾應許咧，的確係咧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好大嘅提醒嚟㗎。痛苦咧同埋快樂咧，有啲時候真係好似一個嘅孖公仔咁樣，係好難將佢哋分拆。因為有陣時你發覺咧，痛苦當中咧係會可以產生有快樂嘅，而喺快樂當中咧，有陣時都要經歷一個痛苦嘅過程。或者我舉一個例子咧，就係喺路加福音嘅第2章，當耶穌仲係 BB 嘅時候咧，被佢父母捧到去聖殿嘅當中，喺聖殿嘅裏邊咧，佢就遇到西面。西面咧呢位老人家咧，一見到耶穌基督嘅時候咧，佢就心裏邊好喜悅、好興奮、好雀躍。佢話咧，佢終於咧見到上帝嘅榮耀啦，見到上帝救恩嘅彰顯啦。因為咧，耶穌基督嘅出現咧，就係上帝嘅拯救嘅一個展示嘅一個好明顯嘅印證。所以佢就同天父講，佢話咧，你而家可以安然釋放僕人咧嚟到離開呢個世界啦。因為佢嘅眼睛咧已經見到神嘅榮耀，見到神嘅作為。嗱，呢個係一件歡欣快樂嘅事情。但係當西面繼續分享嘅時候，佢對耶穌嘅母親瑪利亞講，佢話咧，你個心咧就將會好似被刀所割一樣。呢句説話係咩意思咧？呢句説話即係話咧，耶穌基督佢嚟到呢個世界上邊咧，要成就神嘅救恩，要完成上帝嘅救贖嘅時候咧，呢個係無疑中帶俾全人類一個嘅歡欣，一個嘅釋放。但喺過程當中咧，耶穌基督佢要犧牲佢自己嘅生命。當主耶穌要失去佢嘅生命嘅時候咧，作為佢嘅母親瑪利亞咧，佢嘅心裏邊咧係極度嘅難過。所以西面話咧，你個內心咧就好似被刀割一樣。嗱，由呢個嘅例證當中，我哋見到咧一個嘅痛苦嘅事情，但我哋忘記咗原來咧佢仍然咧喺當中可以帶出一個意義。呢個意義咧係可以成為我哋一個嘅快樂、一個喜樂嘅鼓勵嚟㗎。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我哋今日從痛苦嘅事情當中、唔如意事情當中咧，都嘗試揾出其中有啲咩學習嘅地方，有啲咩意義可以成為我哋一個嘅鼓勵，以至我哋向前望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咧係更加得着其中嗰一份嘅喜悅。嗱，喺痛苦嘅事情上邊咧，我哋的確咧好多時候咧會感覺到好難受，我哋冇咗嗰份嘅喜樂。但係今日我哋可以去從一啲嘅實際嘅行動上邊咧去操練，從痛苦嘅經歷當中咧都可以咧能夠獲取嗰種嘅喜樂。嗱，喺一個嘅好明顯嘅行動當中咧，就係有啲時候有人問基督徒點解喺困難中、痛苦中都可以喜樂呢？嗱，呢種苦中作樂嘅行動咧，我想話俾大家聽，並唔係阿 Q 精神嚟嘅喎。我認識一位嘅姊妹，佢信咗耶穌之後咧，佢受到佢丈夫嘅逼迫，佢丈夫咧唔中意佢返教會，唔中意佢信耶穌，所以咧就試圖咧用好多個方法嚟到攔咗佢，甚至咧逼迫佢。不過呢位嘅姊妹咧，遇到丈夫對佢嗰種嘅壓迫嘅時候咧，佢冇放棄對信仰嘅追求，佢仍然咧係透過禱告倚靠上帝。佢因為佢知道咧神係幫助佢嘅，主會看顧佢，主會幫助佢。佢就憑着呢一份嘅堅定嘅信心，
意念，所以佢終於咧能夠去克勝喺呢個壓迫當中咧，佢仍然咧可以擁有嗰份嘅喜樂。第二個我哋經歷嘅喺苦中作樂嘅原因係咩呢？係因為我哋知道咧，主咧係會有充足嘅準備，主嘅預備、主嘅供應咧，係令到我哋都喺困難中、喺痛苦中咧係得到喜樂㗎。曾經有一位嘅小朋友咧，佢因為患咗一種比較係少有嘅病咧，以致咧佢好難咧從佢日常生活當中能夠好似其他小朋友正常嘅去讀書啊，去返學。佢好長時間咧都要留喺醫院當中接受不同嘅療程。喺佢一個嘅漫長嘅日子當中咧，睇嚟咧係好似咧佢嘅生活係相當之嘅痛苦。但係好感謝神，喺佢艱難嘅日子當中咧，原來咧有唔少嘅人咧係去到關心呢位嘅小朋友。當佢住喺醫院當中嘅時候咧，醫院咧亦都提供咗一個非常之好嘅方法，佢可以重獲咧一個讀書嘅機會，就係咧安排咗紅十字會嘅學校咧，幫助佢嚟到去上堂咧，喺醫院嘅呢個嘅環境當中咧，繼續去學習。誰不知咧喺呢一位嘅老師嘅教導當中咧，竟然間佢遇到一位係基督徒嘅老師，所以呢一位嘅基督徒嘅老師咧，對呢位嘅學生咧，呢個病人咧，佢除咗喺課堂當中係教導佢之外咧，亦都係課餘嘅時間咧，同呢個小朋友咧係繼續有一個嘅關懷嘅行動，以至呢個小朋友咧感覺到，雖然佢唔能夠正常地咧返到學校讀書，但係咧神咧都有佢豐富嘅預備，令到呢個小朋友嘅父母咧個心裏邊咧亦都得到好安慰，得到好安心，知道咧佢嘅小孩子咧喺困境當中仍然咧得到神嘅幫助，因為神都有佢豐富恩典嘅預備。我哋學習苦中作樂嘅途徑係咩呢？就係我哋應該要掌握同埋學習咧一個嘅正確嘅態度。喺痛苦或者喺唔如意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我哋都應該有一種嘅信服嘅態度。正如聖經所講，佢話咧，若然呢件事情係出於主嘅時候咧，我就默言不語。嗱，呢個信服嘅心咧，就係幫助我哋咧去睇到原來不如意事情背後咧，上帝咧總有佢嘅計劃，總有佢嘅心意喺當中。如果我能夠從上帝嘅旨意嘅角度去睇嘅時候，我哋採取一種嘅信服，一種嘅謙卑嘅心，願意咧神透過呢啲嘅困難嘅事情，俾自己有更多嘅操練，更多嘅學習，同甚至咧喺成長路上邊咧，更加激勵自己嘅鬥志咧係更加嘅堅強。如果我能夠掌握到呢一種嘅秘訣嘅時候咧，我哋相信咧喺困境中咧，我哋依舊仍然咧都可以苦中作樂，因為咧呢一種嘅經歷咧係基督徒先會特別體會得到嘅。因為基督徒知道咧，每一件事情發生喺我哋嘅身上咧，都唔會係偶然嘅，都有神自己嗰個嘅心意喺當中。所以有呢一種嘅態度去面對困境咧，我哋就能夠咧可以苦中作樂啦。喺我哋實踐擁有呢個喜樂快樂嘅人生咧，我哋可以有一節金句咧，成為我哋一個好好嘅提醒，就係凡事謝恩。凡事謝恩，換句話講咧，係懂得去感恩。如果一個人懂得去感恩嘅時候咧，佢心裏邊咧自然咧都可以能夠擁有嗰份嘅喜樂。大家唔好忘記喎，凡事謝恩係包括咗順利同埋唔順利嘅事情，包括咗咧你係開心同埋唔開心嘅遭遇咧，呢啲嘅事情嘅發生咧，你都懂得去欣賞、去接受其中嗰個嘅經歷。嗱，你去懂得欣賞、懂得去接受嘅時候咧，可能你就會發覺到我唔及人嘅地方唔緊要，原來咧我亦都有我嘅強項，雖然我個弱點係人哋咧都睇得到，但我嘅強項咧亦都可以俾人哋咧有優勝嘅地方。嗱，咁我哋就懂得去凡事嘅謝恩，因為懂得感恩嘅人咧，佢會知道自己咧原先咧係一無所有嘅，
因為佢諗下佢嘅出生到喺呢個世界上邊咧，佢冇帶啲乜嘢嚟到呢個世界上。但係現在上帝俾佢所擁有嘅，無論係一啲嘅物質，無論係一啲嘅工作、生活、其他嘅事情咧，佢都覺得啊，我已經係好感恩㗎啦，因為咧我係從冇到有。如果懂得咁樣感恩嘅時候咧，我哋就發覺得到咧，喺困難、喺痛苦嘅事情上面咧，我哋仍然保持嗰份喜悅嘅心情。嗱，好多時候咧，一個人點解會唔快樂咧？就係因為佢太過多去睇、留意到自己冇嘅嘢，佢常常都覺得自己咧呢樣冇嗰樣冇，又或者覺得自己咧技不如人。啊，有陣時覺得自己啊，我住間屋點解咁細咧？或者咧我揸架車點解咁細嘅咧？或者咧點解我咧做咁耐工作都冇機會升級嘅咧？嗱，好多時候咧，我哋人咧都會睇自己冇嘅東西。越至於我哋越睇咧，就越心裏邊咧係好唔開心、好難受。但係當我哋調轉頭咧，我哋懂得去睇一啲我哋已經擁有嘅啊，咁我哋發覺咧自己真係唔錯喎。有陣時候咧都覺得咧啊，雖然咧係比上不足，但都比下有餘。啊，舉個例嚟講啊，我都好感恩啦。點解啊？因為咧我起碼咧都有間屋可以俾我嚟到去棲身。我唔會咧，因為咧我冇大屋住啊，冇別墅啊，冇豪宅咧，而心裏邊咧感覺到難受。而相反，我要感恩嘅，我要喜樂嘅，就係上帝咧，起碼都有間屋可以俾我能夠係有瓦遮頭，有屋可以嚟到去棲身。我為呢件事擁有嘅東西咧，我要去感恩。嗱，咁嘅角度去睇咧，你嘅心裏邊咧就能夠咧獲取到一份嘅喜悅，一份嘅快樂。所以我哋今日生活喺香港呢個地方嘅時候咧，我哋真係需要懂得去看自己所擁有嘅東西，唔好單單去睇自己冇嘅東西。如果你越睇自己越缺乏嘅咧，你嘅心情咧係會越嚟咧會更加嘅抑鬱，更加嘅難過㗎。因為咁嘅緣故咧，我哋喺實踐重獲擁有呢一份嘅喜樂嘅裏邊咧，首先我哋要去學習嘅咧就係我哋要凡事謝恩，懂得去感恩。其次咧，我哋嘅眼睛咧多啲注視喺上帝已經俾過我哋賜予俾我哋嘅恩典上邊，懂得去感恩嘅時候，我哋個心情咧就會更加嘅喜悅啦。